花蓮這幾冬因為地動、崩山有這款天災，未少產業的景氣變壞，失業率變懸。這陣花蓮縣府就舉辦就業博覽會，40間產業開2400個課要請人，予要找頭路的人有網絡通好去記接。提不了一檔一檔找頭路，原本做觀光餐飲業的吳小姐，在控訴控山大地動了後，因為頭家關門，其他產業也落車，都一直找無頭路。我們也年齡大了哈，有些工作我們不適合，對，然後再來就是現在大環境的關係，真的工作真的很不好找。因為合地方產業走找真着，花蓮縣府特別在中正紀念館辦就業博覽會，現場因發現傳統產業打回頭前攏無人，觀光旅宿業也無什麼人。那我們的失業率呢，維持在3.2%，那勞動參與率呢57.3%。那這個部分呢，有略低於全國的59%。年齡層的話，大概就是中高齡會比較嚴重。那大概就是45歲以上的，尤其是旅宿業。不過國家照護業較無受地動了經濟影響，打回頭前欠較濟人。那其實這幾年，花蓮其實積極的一直在辦一些照護的課程，那這些都是非常缺乏人力的這樣子。參與的人多嗎？參與的人多，但是實際上從事的人少。縣府強調，今年就業博覽會有40間產業釋出2400個工作機會，包含中華抓洲、台泥、阿尼甲在地各大飯店甲長照機構。有中高階管理人員、技術人員、護理師、幫扶員、甲技服員，薪水在3萬到4萬之間。記者綜合報道。